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台语嘛有一句话讲，唔捌好人心，教教李洞宾。咱知影讲李洞宾就是李先祖，某人讲是富有帝君，会当帮助人，说服狗仔家，意思是讲一个人好心说服雷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宾报音宾第一条宾客宾。咱知影讲宾就是人客意思，咱讲宾客，若是贵客，咱就讲是贵宾。有一款狗啊，叫做贵宾狗。另外，还有一寡有历史高级的旅馆，咱讲是宾馆，像讲有雷山宾馆、阿里山宾馆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贵宾，本来意思是讲地位悬的人客，也毋过现主时，咱会用来称呼一般的人客，嘛当讲是嘉宾。第二个词读做来宾，意思是来参加的人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这场公开表演欢迎所有的来宾入场欣赏，也毋过主办单位也是有替邀请的贵宾保留第一排位，让嘉宾受到上好的款待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宾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